呢台車係邊一年㗎？ 2022年尾個12月份個23款呢隻 EC7係生座嘅喎嗬， ，EC7係3座啊，高配車，新車都幾多錢啊？嗰陣時啊， 15萬左右落地價，冇使咁計啦。要喎，我嗰時15萬多呢啲喎，台車開有幾多公里㗎？台車開話5萬5左右。平時拉乜嘢㗎？我做個建材市場，拉啲木方啊，同埋嗰啲夾板送下貨咁樣。依家車輛係幾副㗎？車輛2米3。我試試台車呢個嗬。哦。 Later. 車冇乜嘢嘅，你睇下佢最低幾多錢女啊？最多要7萬蚊啦。 7萬啊！誒，哇，62,000蚊可以冇？冇啦，最少要6萬8啊。有冇對比過啊？依家呢啲二手車啊，對比過睇過啦。有啲計喎。冇貴，6萬8點貴啊？10幾萬攞翻來嘅，一般都攞唔到。依家全部買新能源㗎。係啊，新能源嘅人多。即係之前有人叫估個價俾你㗎嘛？冇估過，我話要去開人哋車行，人哋都俾6萬7啊。呢台車可以交車嘛？可以交車。有錄本有咩嘛？有，全部都有。梗係6萬7得唔得啦？ 6萬7依家要俾錢差唔多。肯定俾錢啦，收車冇俾錢㗎。依家簽合同，呢個我翻去啦。你幫我送過去啦，好嘛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嗯，好。6萬7，6萬7。好，成交。多謝。